咱来参加祈祷。非常地感谢你，赏赐阮遮尔水的日子，日光，你的恩典普照伫世间。阮搁一摆来伫你面前要参加敬拜你，通过台笔的造物，阮搁一摆知影你是听阮，你的恩典教育阮灵。求你通过罗卜的嘴所讲的话，互你的名得到荣光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我开始今仔日要先讲一个圣经故事互你听。要讲大笔的故事，大笔的故事真济。我想咱逐个拢知影大笔甲歌利亚迄个故事，咱逐个你注意落就听吼。所以我今仔日要讲即个故事是大笔杀死歌利亚了的代志。可能较少，咱较少去接触到即个故事。即个故事是大笔伊杀死歌利亚了，伊变真出名。有一句话讲，人惊出名，猪惊肥人惊出名，猪惊肥。伊出名伊杀死歌利亚了，游行入去耶路撒冷。圣经讲遐一寡查某人伫遐跳舞伊看大笔扫罗杀死千千，大笔杀死万万。扫罗做王伊才千千尔，大笔万万。迄起码是真歹伊想到找机会，对迄阵开始伊找机会要杀大笔。伊为着这个代志，扫罗差不多是得忧郁症。大笔去弹琴互伊听，有一日咧弹琴的时伊对后壁举一支枪从甲射去啦，就准备要互死啊！大笔少年骹手好，去互闪过，总是对迄个时阵开始王要杀伊这袂输，应摆调查局若要杀你你走去倒拢共款，藏你的人拢有做，这拢共款，对古早就安尼，所以大笔一直走，大笔走，真正足落魄的啦。我较顶要读迄个撒母耳上卷21章几节，我读互恁听。伊落魄到伊去找一个先知，伊的朋友叫做阿希米勒。伊去的是，伊的朋友甲伊厝的人拢知影王要杀伊，总是因无在道安怎甲伊帮衬，敢若目睭就能用看。伊去找阿希米勒的时，阿希米勒讲：你若家己一个人来？伊真孤单，拢无人敢对伊家己一个。大笔外落魄，你若腹肚枵，甲伊讲你有饼通我食无？这是讲我无饼啦，我敢若有迄个要献互上帝的饼，你敢食无？腹肚枵到底哪有迄个毋敢食？大笔就食上帝敢若我无甲算数的款啦伊就食，食了伊甲即个先你甲问讲，你身躯有查某去无？你家己一个安尼？伊讲无我无倒。伊大笔问即个迄个祭司讲，你遮有刀无？伊讲有啦，我遮有一支刀，即支刀是你杀死迄个歌利亚的刀，即马包伫遐，无人咧用你若爱拿去用大笔讲即支刀足好诶，是安怎伊知影好呢？伊拍死歌利亚了后伊用歌利亚的刀斩歌利亚的头起来。恁会记得这个故事吗？所以伊知影迄支刀足好诶。伊迄支刀举咧伊去倒你知影？我即马读互恁听这是新约的圣经一本遮大本啦，重酷酷呢。我为着要读旧约我乖乖落来歹来我读对21章的第10节迄是大笔离开，就是离开迄个祭司迄个所在，行到加特王阿杰遐去闪避扫罗。阿杰，我是安尼说明即个加特即个所在加特即个所在，这是圣经的别类有写，是歌利亚的故乡，所以是对敌的城。伊为着要闪避扫罗
伊走去对敌个城内底。我相信伊大概是想讲，咱常常讲上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所以伊讲扫罗要找我，绝对袂找到遮来啦。毋过伊毋知是袂记得啊，毋是迄歌利亚的故乡呢？啊，伊去啊，伊到位的时候，阿吉遐个人神对伊讲：，即个敢毋是以色列国的王大卫？敢毋是正妇女哪跳舞哪唱讲？扫罗太死清清，大卫太死慢慢，迄个大卫嘛。大卫听到这个话，心内不安，真惊加特王阿吉，所以伫众人的面前假起笑，伫城门的门扇乱写乱画，喙烂喷甲规喙抽。阿吉甲伊的人生讲：，恁看，即个人伫起笑，恁哪甲我带伊来我遮？我遮敢有欠小人，恁哪会带伊来？毋通互即个人入来我的厝。所以大卫吼，对啊，互赶出去。因为咱读册吼，安尼读过是一个故事。总之，你甲想象吼，伊是走投无路的人，走到就爱去对敌的所在。啊，伊吼，我拄仔有讲伊举迄支歌利亚的刀无？我读这个的时候，大卫实在真好打呢。人可能袂认呢，伊迄阵啊无 Facebook 嘛，无面相，迄落会当看迄落。遐个人敢若知影讲，因迄个大汉人歌利亚出去去互一个狗囡仔杀死，啊，无人捌看到伊咧。所以伊入去个所在，逐个看，敢若是总是无啥敢认，拢无人去认着迄支刀哦，这是真无正常的代志。拢无人去认着迄支刀。大卫伫迄个时阵起笑，伊假起笑。啊，人迄个王甲遐个人讲：啊，你带一个小人来，我这一堆小人，你搁带一个来，甲赶罪。迄大卫去互人赶出去。大卫脱险。但咱今仔日吼，咱今仔日的启应文吼，我大省是读迄个诗篇56篇吼。诗篇56篇的顶头遐有一个在介绍即个诗篇，伊安尼写安尼讲吼，种大卫的诗，伫加德互非利士人掠着的时做的诗。即个诗篇56篇，咱今仔日读的吼，恁即马知影即个故事哦？我即马读第10到第40，短啊读互恁听。恁用即个做背景吼，你去想大卫讲遮个话，伊甲讲上帝啊！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吞打我，规日攻击压制我。这扫罗，这一定是咧讲扫罗。我会对你规日吞打我，至高的上帝啊，攻击我的人真多。我惊吓的时，我要倚靠你，我倚靠上帝，我要称赞伊应允的话，倚靠上帝，我就无惊。例如。你甲想象讲，这是伊伫遐互遐对敌掠着的时写讲的话。伊讲哦，我靠上帝就无惊。我想迄是咱像暗时啊，行路行鬼咧哭输啊迄款尔。你知影迄落表情无？哦，啊壮大，我靠上帝就无惊。总是伊一日足惊，迄是伊的生死的关头呢。伊若去互认出来的时候，历史就拢搁顶写呢。伊伫迄款的情形的下面，伊写即篇诗篇。过来，咱读诗篇34篇吼。今仔日咱读诗篇34篇。诗篇34篇的顶头遐，恁若转去看圣经，恁的圣经顶头拢有吼。先顶头写讲，大卫的诗，伊伫阿比米勒是即个加萨王阿吉。加萨王阿吉，迄是伊的敢若帝号啦，伊做皇帝，像日本皇帝骄傲啥物迄款的帝号。伊的名是叫做，伊的名做阿比米勒。伊讲，这是大卫的诗，伫阿比米勒面前
假疯癫，就是起笑啦，假笑吼，受赶出来的时做的一首诗，所以即阵啊，伫拜圣经的人实在是要创伫阮遮做牧师会。即首56篇应该放伫即篇的头前，敢毋是？56篇是伊去用掠着的时，对无？啊，34篇是用赶出来的时。吼，我找这是找偌久，你知毋知？这是要甲牧师开玩笑的。即两篇诗篇吼，是一个伊互人掠着的写的诗篇56篇，搁一个34篇是伊互人赶出来了后伊写的。但这个大笔吼，我讲的这个故事，我相信恁真少人听到大笔这个故事啦。恁捌听到讲伊安尼起笑假笑的，恁捌听的无？有人捌听的吼，总是较少人听的。我今仔日的讲道是用这个做背景，我主要要讲的是34篇的第8节到第10节，真歹现呢。第8节吼。我写是写讲试看就知上主真好。我写这个题目的是袂记去看这个新约的，我看旧的写试看上帝是就知上主是好。伫遮所写的亲身体验就知上主真好，这个翻译较好，这也是我要讲的。伫旧的上写试看吼，试吼，我有创迄个 PowerPoint 出来吼，迄有试有2字啦，英语有2字，一个 test， 搁一个是 taste。taste 是吼，亲身体验是 taste， 亲身体验是 taste。伫遮吼，伫迄个中文的圣经吼。是写讲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去试。咱伫试一项物件的时候，你无一定都要用你的身躯去试。上简单的咧吼，咱捌看着电视顶头伫试迄个车的安全，啊，伊拢车互伊去弄壁，啊，内底放一寡人，啊，再分析看即只车的安全到偌济。你要试迄个时，你毋免去，你毋免入去遐坐。你用机器人就会使去试，你蹛边仔看，总是若要试看吼，试看卖，你要试看卖，就爱内底入去内底坐啊啦。你敢去撞也毋敢，就爱你入去内底坐。试看吼，伊写讲亲身体验，真正是足好诶。Taste and see，taste 甲食有关系。我相信恁伫厝呢。啊，恁太太伫煮也好，你伫煮啊，是你丈夫伫煮也好，会试食吼。啊，咱若毋捌食着的物件，拢试食看卖。我足惊臭臊的，我永远袂记得吼。我有一摆去探会友吼，啊，会友真好意，摕sandwich出来要我食。啊，我看迄sandwich吼。啊，我看安尼有mayonnaise，啊，搁有白白安尼肉伫中，我想讲是鸡肉。我摕一块起来夹落吼，是tuna。我对迄日起吼，去探会友人若摕迄个sandwich出来中有白白吼，我拢问讲迄是啥？若chicken我就会食，tuna我绝对无去摸。所以我若去恁兜，你毋免摕tuna我食，我袂食啦。因为你是好食的物件吼，你食着身躯足爽快吼。你去食着歹食的物件是足艰苦的。大必叫人讲，你去试食看卖，试上帝看卖，试看你就知影上帝叫。要试看吼，爱用你的身躯来试。食这个试吼，好食。John Calvin 吼，长老教会的创设者，伊伫解说这阵圣经的时，伊讲，伊叫大家讲吼，咱着爱吼，慢慢啊享受上帝的恩典。伊英语叫做 relish，
relish 是吼，你物件放伫遐，有哪安尼目睭揢安尼伫遐欣赏迄个好食物啊。伊讲咱着爱慢慢啊 relish 上帝的恩典，毋通安尼大出安尼大袂变钱啦。这是真好的迄落台北吼。啊，我伫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有去看到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吼，咧讲试酒啦，wine test 吼，咱咧人咧试酒，试酒吼，这白人有真趣味哦，试酒有7个 S 啦，吼，7个 S， 这是真趣味，迄就是我拄仔要讲迄 relish 的意思吼。伊讲头一个是 swirl 是吼，你酒甲倒dans迄个杯仔内底，安尼甲洗，安尼甲洗吼，啊甲看。啊，过去是洗了才看迄个酒。我无咧啉酒，要看啥我嘛毋知啦。就是讲过去就是爱看吼，啊看了吼 ，sniff 品看卖咧吼，品迄个味。啊，过来啉一喙 ，swish 都喙内底落来落去吼，落来落去。过去吼，因甲我讲是 spit， 都爱配耳送啦。我吼。我落去，我总甲吞落啦。这总也是 S 啦，swallow 也是 step 喏。啊，迄真正咧试酒的吼，都爱安尼伫遐落咧吼，啊配耳送了，才开始讲即个酒是好啊歹。7个 S。John Calvin 伫讲，咱对上帝的恩典，都爱亲像安尼，好好啊享受啦，好好啊享受。但我故事安尼讲过吼，咱来想台北的处境。伊写诗篇34篇的时候，迄有可能是伊后来做王的时写也无一定。伊回倒转去想，伊伫对着迄个所在，去互掠去到迄个王的面头前啊，伊伫遐起笑。咱检查要讲，哦，伊真够变巧嘛吼！你看，伊随会晓安尼会晓讲要起笑。啊，起笑甲，互王看伊真正是笑的。迄阵啊，无迄落心理学的医生会当讲，迄假笑即马就假袂出来啊。毋过迄个时阵，伊看，这是笑人。因为咱会讲台北的真变巧袂歹。总是我详细甲想伊即个故事的时候，即个过程偌济代志是台北无法度通控制的代志，你知影无？这是吼。我要讲的是讲，这是上帝才有法度办物件。我拄好讲，伊举迄支刀，无人会认迄支刀，一个小人举一支刀，啊你是安怎？迄支刀佫是高利亚的刀哦。若假使高利亚的亲情啥人伫遐认出来迄支刀，台北敢若解锁即项都解锁袂了。啊，伊伫遐已经有人讲。我拄仔读圣经，已经有人讲，即个敢若是迄个扫罗台死千千，台北台死万万，迄个台北咯。有人已经有迄个谣言呢。台北就是听着安尼惊着才起笑的。啊，因带伊去到王遐，迄王的目睭佫看袂出来，讲这是啥物人。啊，将台北赶出去。例如你敢捌想？即落代志若发生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是真悲哀的代志。譬如讲，你来阮兜，啊，我挡你袂牢，我甲你赶出去，啊，这是真无礼数的代志，敢毋是？台北伫遐介绍，咱甲伊赶出去，迄个上界歹，互人赶出去，即个经验哦，对台北迄个时阵来讲是祝福呢。遐个人若讲。好啊，好啦，你笑的无要紧啦，你搁大啦，伊嘛真费气呢，伊要搁伫遐住偌久，应该赶出去。迄个歹的代志，对伊来讲，伫迄个时阵是上帝要救伊的方法呢。这真趣味，敢毋是？对咱伫拄着困难的时候，咱拢祈祷，代志结束了，安全过了。老实讲，咱捌想讲，
这是咧我搞变巧的咧。啊，台北迄个时阵会晓想要起笑，这搞变巧，这有影，啊是讲拄啊好，无人认我会出来，真拄好，啊是好你该知，咱拢讲即款话，咱拢袂记得，伫遐上帝手伫遐敲呢，咱拢袂记得即项代志。啊，有时讲啊，这就偶然啦，好运啦。有一个我捌读到一句话，伊用英语写 coincidence 是偶然的意思。伊讲 coincidence 是上帝做代志做了无 claim 伊的 credit 的啦，迄叫做偶然的啦。上帝做的代志，伊无签名啦，无讲这我做的，安尼尔。啊，你想讲这是偶然的？真有意思的一句话呢。伫即个生死的关头，台北我倒转去看，伊真正经验着上帝的手咧带伊。我拄仔有讲，若有人认伊出来历史拢搁定写呢。咱袂搁听着台北啊。伊的经验了后，伊叫咱着爱敬畏上帝。伫第9节，伊讲上主的子民啊，着敬畏伊，因为敬畏伊的人，拢无欠缺。敬畏上帝。咱即几礼拜拢讲诗篇，诗篇的，我头一礼拜讲诗篇23篇。伫遮代表讲上帝的子民就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的人拢无欠缺。诗篇23篇第1节，伊就安尼讲啊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敬畏上帝的人无欠缺。搁一项，咱顶礼拜讲诗篇第19篇，我有讲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。我老实甲恁讲，我礼拜了落去到下骹，我才想着讲啊，我一句足要紧的拢无讲。我要讲迄个，伊看着天，看着这创造，我要讲一项是，代表看着上帝的创造，上帝所设计 design 这个宇宙，遮尔水，我毋知伫倒位读着，这有影，这是对啊毋对，我毋知。有人有天文学家讲，咱的地球吊伫这个宇宙斜度是23度。恁捌听这个代志无？咱吊伫半空中迄个地球倾斜23度。迄个科学家讲，若超正的所有的海水就拢溢入来啊。就是迄个地心的吸引力，甲迄个规个地球迄个引力拄啊好，23度，海水袂灌来陆地。因为这是我读到的，我毋知伫倒位读到的。若有影的是这无人设计，无可能做这个代，无可能安尼嘛，自然的安尼所以代表讲，这个天讲起上帝荣光，伊看到这个宇宙的时，伊去想到，伫这个设计的后壁，有一个伫设计这个物件的人，伊对迄个上帝的敬畏，代表伫这个生死的关头，伊真正去体验到上帝的拯救。对伊来讲，这毋是小可代志；对咱来讲，听一个故事来听。对伊来讲，毋是小可代志。什么是敬畏？敬是尊敬，畏是惊啦。总是上帝毋是要互咱惊。我读到一个牧师用以赛亚第6章第1节到第8节了，我真简单甲咱讲，迄是啥？以赛亚第6章开始的时候，伊讲乌西亚王死迄年，乌西亚王真好的王，死迄年，全国拢真悲伤的事。以赛亚入去圣殿祈祷，我想我若讲恁大概会记即个圣经。
伊咧祈祷的时候，伊忽然咱看到上帝的天使降临，上帝阳光伫迄个圣殿的内底，伊看天使伫遐飞，啊唱圣哉圣哉圣哉，迄就是咱的圣诗圣哉圣哉，就是对遐来啦。啊，以赛亚看到迄个时候，伊感觉到伊家己是无清气的人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我有知的啊，我是一个喙唇无清气的人，徛起伫这喙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。伊伫上帝阳光的面前看到伊家己的罪，伊讲我有知的啦，我有创一个迄个吼，知的是 WOE 啦，我吼若用台湾话翻译叫做惨啊啦，凄惨啦。以赛亚看到上帝阳光的时，讲我凄惨啊！我的喙唇无清气，我伫遮拄着上帝。总是上帝甲伊讲，袂要紧，你的喙唇无清气，上帝叫一个天使，圣经安尼写，伊摕一块土火热热的火炭去捂伊的喙唇，清气伊的喙唇。啊了后，伊听到上帝的声讲，我会当找啥人？啥人要替我去？以赛亚伫遐，伊感觉凄惨，上帝甲伊洗清气了。伊讲：我伫遮找我。恁知影，在即个故事，我相信恁拢知。迄是对凄惨吼，变做讲，连我上帝也要用。迄个言语是我去编台湾字，迄个字典吼。叫做“哇”啦，一字口字旁过一个“哇”安尼。代笔，互人掠去的时候，一定想讲我真惨啊，我真惨啊！吼，即声有影，毋知要安怎。伊起笑，人甲伊赶出去。你想讲伊互人赶出去遐的时，你想伊安怎讲？伊一定讲，吼，我该知哦，更是安尼。你类。什么叫做敬畏上帝？敬畏上帝是迄个对 WOE 变做 WOW， 迄个经验叫做敬畏上帝。连我上帝也在听，连我上帝也甲照顾。上帝带我离开危险的所在，离开我的对敌。过去第10节，伊讲少壮的师。嘛会欠客会枵，毋过找求上帝的人，什么好物都无欠。这敢毋是代笔真正伫甲大家讲，敬畏上帝会当对 WOE 变出 WOW。今仔日是2月20号。我要甲恁分享我的 WOE 甲 WOW。2年前，2020吼，2年前的2月20，下晡时啊2点20分，吼，2020，2月20，2点20吼，是我甲我的癌的医生的 appointment。迄日我。前月转去台湾投票了，拄1月底转来。本来医生正月要甲我看，我讲我正月伫台湾，伊讲好啊，你2月才来。我台湾转来了吼，才去看迄张，才去开迄张医生寄来的 appointment， 看当时我爱去互医生看。竟然是2020，2月20下晡是2点20分，有。迄护士讲叫我大家去买落套啦。我看到迄个时候，我真正无相信。毋过我毋知影，等要去医生看，医生要讲安怎，我毋知啊。丽蕊，迄日我去互医生看，我医生甲我检查了，甲我讲，我要甲你讲一项代志吼。已经3年啊，你中间拢无啥物代志，你验血逐项拢真好势。所以我会当断定，我对我医学，我会当断定，你已经 cancer free，
你毋免过来我看。我实在甲你讲，迄2月20日2点20，我就已经足感动啊吼！佫安尼甲我讲吼，我真正是毋知要安怎讲，啊，阮两个坐踮遐，啊，迄个医生甲我讲吼，我的工作吼，普通是甲病人讲歹消息，我会当甲我一个病人讲这好消息哦，对我来讲，我足安慰的呢。例如，这是我的 WOE， 我5年前我知影我头壳底4粒脑瘤，毋知对倒位来，无人知。我嘛感觉惨啊！我2011甲小丽结婚，2012甲伊带来遮，2016 4粒脑瘤，啊，我若强去，啊，阮即个就变官夫啊！你知毋？例如，迄真正真惨呢。5年啊，几年了后，2020的2月20日2点半。医生甲我讲，你欠税费。佫一项我要甲恁讲，我问恁无想讲，我用这伫遮咧等，我绝对无迄个意思。我感谢上帝恩典。我是2017的正月初5吼，开始去做化疗，2礼拜一摆，拢总做8摆。上尾仔摆我做的吼。本来我拢拜5入去啊，差不多拜1转来。我上尾仔拜，拄啊，我拜5是 Good Friday， 所以护士叫我讲，你爱拜4就入来。我迄阵啊拢无想着啥，啊，我转去到厝的时阵拜4，啊，我若拜4入去创，毋着拜5去就咧拜1就会当转来，啊，我若拜4入去，应该礼拜日就会了啊。例如礼拜日是啥呢？礼拜日过偌济啦，礼拜日过偌济。我拜4吼，老实讲，逐摆要去做治疗的时，我是足歹去的。毋过迄日例外，迄日吼拜4是耶稣皇帝顶十字架，我想啊好啦，我嘛来互拄一个啦，就去互拄一个嘛。啊，就上尾仔拜啊，啊，我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过来。我若照安尼创吼，应该是过偌济，迄日我会使出院啦。拜托你，互我会当出院，因为我会当出院，袂当出院，就爱验我的血内底迄个药啊，拢总无啊，才会使出去。啊，迄我无法度控制呢。我的身躯要安怎，我无法度控制。我做8摆，有7摆拢过日就会当转来。医生嘛感觉足奇怪。特别迄摆我真要紧，上帝拜托我，我过偌济当出去。我做了迄日是4月17，去年的过偌济是4月17。恁敢知影今年的过偌济当时4月17？若无啥物大变动吼，我想过偌济迄日我应该往咱伫遮讲倒啦。例如，我常常伫讲吼，咱迄个时间点吼，时间点敢若上帝有法度，你知影无？你会当讲这偶然诶，你会当讲啊，这就拄啊好，你去拄着2020诶2月20日2点20。你若要安尼想，我嘛无法度啦。我2017会过偌济医好。今年的4月17又搁是过偌济，因为我真正甲上帝讲哇，我袂晓讲啥呢？这若毋是伊的安排，哪有迄落遐尼拄好？我是干那对我摕到迄个今年的日子，知影今仔日2月20是礼拜日，我就开始想这篇讲道啊啦。我要甲恁分享我的 WOE 甲我的 WOW， 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伫你的面前真正感谢你，
使我这个特别的恩典，做你的牧人，会当甲人分享你伫我的身上所行的神迹。我的病得到医好，这个时间的配合，阮只有感谢你了了。天父上帝，你的话叫阮着用亲身去体验，你是真正好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互我有这个机会，真正体验着安尼。阮恳求你，互阮有信心，互阮会晓享受，慢慢享受你的恩典。伫你的恩典的内面，三甲生活；伫你的恩典的内面，做你的见证。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有这个机会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